歡迎大家又嚟到雨後陽光輝仔 Love Hong Kong 睇電視撈飯節目時間。早安、午安、晚安、全日安，大家好啊！喂，記得分享俾你嘅朋友，直接 send 條 link 俾佢，就算電話冇電都可以同佢講訂閱雨後陽光。惠民王，多謝大家先。好啦，我哋今日嚟講下香港電影頒獎典禮會喺嚟緊嘅27號舉行嘅。咁我輝仔咧會喺度同大家分享下各項得獎名單嘅預測啦。咁啊睇下細佬我貼得準唔準啦，或者同你嘅心水又近唔近嘅。咁啊雖然嚟講今年有兩部港產嘅電影啦，《九龍城大之圍城》啦，同埋《破地獄》個票房咧係破晒紀錄，咁非常之好嘅。咁但係事實上咧，其實係好多人都好似我呢隻中下階層嚟講啦，揾錢都係比以前辛苦咗好多。咁甚至我啲朋友咧直情係被取代咗啦，失咗業添。咁啊，好似成行接物嚟炒咗佢咁樣，咁所以啊，直情冇收入啦，連開飯都成問題，咁啊，點會有心情去買飛入場睇戲啊？咁樣，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買飛入場睇嘅時候咧，其實都會係睇準咗嗰套戲係真係好中意啦，或者係好欣賞裏邊主演嘅男女主角啊，先至買飛去捧場咁樣去睇嘅。咁啊，所以變咗個票房咧就會谷埋咗咧喺呢兩三部電影裏邊嘅。咁以上頭先所講呢兩部電影啦，咁我都入場睇咗2次以上噶啦。咁另外仲有幾部都有睇過下啦。咁啊同大家可以分享下啦，我嘅心水係點樣啦。咁而家好多人都話啦，香港嘅電影啦係幾十年以嚟啦電影業嘅寒冬啦咁樣。咁其實呢樣嘢咧，我自己本身有少少睇法嘅。咁譬如80、90年代香港電影係非常之蓬勃啦。咁你話係唔係當時嘅製作好精良，或者係投資好大咧？其實唔係嘅。而反而係因為當時營運香港嗰個經濟環境啦，做得非常之好啦，經濟向上啦，大家都揾到錢啦咁樣，咁有時間咁啊，就會去消費啊，買飛入場睇電影咯。咁所以呢個問題咧，根本咧就唔係香港電影業工作者身上，而其實咧係佢哋已經好努力喺舊年裏邊咧，其實已經係做咗36部電影去公映嘅。咁我哋一齊嚟睇下各項嘅獎項，我嘅心水得獎名單啦。咁啊，或者由配角開始講先啦。咁啊，男配角啦，我貼嘅咧就係朱柏康嘅。咁啊，因為裏邊喺個角色裏邊咧做得好好啦，咁啊同埋嗰種內心爭鬥都做得非常之出色嘅。咁亦都喺呢個香港導演工會裏邊咧都係攞咗獎啦。咁所以咧係睇高一線嘅。咁至於伍允龍咧，咁佢個角色嚟講，其實喺個演技嚟講，其實就唔係話真係好突出嘅。其實只不過嚟講咧，就係話佢個造型啦，再加埋咧佢笑起上嚟咧，所以先覺得佢奸嘅啫。咁啊，古天樂更加唔再講啦。咁我都係因為佢先買飛入場睇嘅啫。咁佢推阿峰上去競逐男主角啦，咁啊自己競逐男配角，咁啊都係支持香港電影嘅，睇力行嘅一個表現啦。咁所以總括嚟講啦，都係朱柏康啦，咁啊係我嘅預測結果啦。好啦，跟住係女配角方面啦，咁啊有2位咧都啱啱好似都係攞完獎冇耐啦，咁啊包括梁雍婷同埋羅維莎啦，韋羅莎唔好意思啊。咁佢哋都啱啱攞完獎嚟講咧，佢哋再攞獎嘅機會都唔係話好大，同埋佢哋做嗰個戲路嚟講咧，都係矮矮地嗰啲咁樣，都唔係好夠立體。反而我睇好啦，谷祖琳喺《爸爸》裏邊嘅演出，咁啊好立體啦，咁同埋非常之令人個心咧感覺到佢就係你身邊嘅一個可能街坊咁樣啊，好熟嘅感覺，非常之活靈活現嘅，所以我係睇好谷祖琳嘅。好，跟住係最佳視覺效果，咁我會睇好係九龍城寨啦。圍城同埋呢個焚城嘅，因為呢兩部嗰個特技效果啦，咁啊做得非常之出色啦。兩部嘅 CG 都令到大家睇落去嘅時候咧，好似身歷其境咁樣噶。如果你話真係呢兩部嚟講咧，我覺得焚城嗰個特技效果嗰個層次係比較多啦，場面又大又細咁樣，咁啊比較立體啲、多元化啲。所以咧，我就係會係覺得焚城攞呢個視覺效果機會大啲嘅。咁啊，跟住係最佳美術指導啦。咁啊，美術指導嚟講咧，咁啊喺呢個九龍城寨圍城咧，就真係明顯係高幾班嘅。
咁啊，因為點解咧？就係話佢係完美復刻到啦，九龍城就係當時嗰個情景啊，同埋嗰個氛圍，你淨覺得自己好似喺裏邊一樣。所有嘅道具啊、設置啊，甚至乎好多係本身冇嘅，都係特登去做翻出嚟，而做一個效果係非常之好啦。咁但係好可惜係因為好多嘅場景啦，都係已經係拍完之後拆咗，咁香港係仲未有一個可以長期可以擺放到呢啲佈景或者係道具設置嘅地方啦。咁啊，真係有啲可惜嘅。咁啊，但係我都係覺得係最佳美術指導咧，都會喺呢個九龍城就係圍城㗎啦。咁跟住咧就係最佳動作指導啦。咁咧就會係兩部電影去提高一線啦。咁啊，當然你話係冇剃度啦，同埋九龍城就係圍城啦咁樣樣。咁其實係一部就好似硬橋猛馬式少少。咁啊，九龍城就係比較接近於係動漫啊，或者係漫畫式嗰種嘅打鬥啦，咁啊，其實都係非常之考心思嘅。咁啊，總括嚟講啦，都係覺得係九龍城就係圍城啦，但係呢個動作指導方面嚟講咧，係應該係佢贏噶啦。好啦，跟住落嚟啊，服裝指導啊，咁咧就會係九龍城就係我睇高一線嘅。咁點解咧？因為佢係完美呈現到嗰陣時嗰種服裝啊，或者喺嗰種低下階層嘅時候嗰種質感啊，咁啊做得非常之出色嘅。咁另外嗰幾部嘅服裝其實都係比較寫實啲啦，冇乜特別啦咁樣。同埋另外一點咧，咁我相信金像獎啦都會向余家安致敬啦，咁所以咧佢呢次咧攞獎嘅機會係最高噶啦。咁啊，最佳攝影指導啦，咁啊係鄭耀強啦，咁啊提高一線嘅。另外最佳剪接啦，會係睇高一線咧，係巴巴嘅，因為佢裏邊嚟講有啲時空交錯嘅位啦，咁樣咁係會比九龍城寨咧會優勝少少嘅，機會大啲。咁啊，最佳音效方面咧，咁我會睇好咧就係九龍城寨啦，因為佢打鬥片嚟講咧有啲乒乒乓乓嗰啲音效啦，比較會係出色啲啦，咁樣嘅。咁至於其他嗰啲電影嚟講咧，嗰個音效嚟講就唔係話咁突出啦。咁啊，反而破地獄嚟講咧，咁我覺得佢已經係會攞係最佳原創音樂啊嗰啲咯。咁另外原創歌曲更加係攞硬咁滯啦。咁啊，跟住大獎啦，咁啊最佳編劇咧，咁我會睇好係巴巴嘅，因為呢套嘅比較高難度少少啦，同埋嗰個頭先都講咗啦，即係時空交錯啊嗰啲又諗啊，即係嗰啲交錯感其實係比較難寫嘅呢啲係。咁所以我係睇高一線啦，對巴巴呢部電影。咁啊，跟住係最佳女主角啦，女主角嚟講咧，咁啊，我都係睇好啦呢個破地獄嘅。咁啊，因為其實嚟講咧，之前已經係攞咗呢個香港導演會嘅女主角啦。咁啊，其實通常咧導演會攞咗嘅咧之後咧都好容易。9成9都係金像獎都會攞嘅，咁所以我覺得睇高一線啦，同埋佢真係儲夠料啦，儲夠觀眾緣啦，咁啊其實佢攞都好合情合理嘅。好啦，跟住係最佳男主角啦，咁啊好明顯啦，咁啊今屆係許冠文同埋青雲之爭啦咁樣，咁啊其實當然呢兩位都係好戲之人嚟嘅，咁啊許冠文亦都係即係之前係演喜劇啦，咁佢完全將佢反轉嚟演啦，其實今年呢一套咧都係比較喜出望外啦，咁啊睇落真係好好睇嘅。咁但係咧，阿青雲咧又真係好出色喎，真係入木三分啦演得。咁啊，但係都係睇翻個標杆啦，標杆咧就係咧香港電影嘅導演會啦。咁啊，今年係頒俾許冠文嘅，咁所以我都覺得係許冠文啊攞獎嘅機會係大啲嘅。好啦，跟住落嚟咧係最佳導演啦。最佳導演咧，我會睇好嘅咧就係九龍城寨啦。咁啊，因為嚟講咧呢套電影嗰個製作起嚟個複雜性好高啊，即係除咗咁多 CG 之外啦，咁亦都係你要處理咁多個唔同嘅佈景啦，咁同埋咁多個唔同嘅場口嚟講咧，亦都係非常之精彩。咁其實難度分啊，亦都係好高嘅。咁啊，反而破地獄嚟講啊，陳浩賢嚟講咧，咁啊叫做好似係第一次提名嘅，咁啊可能可以有啲嘢再磨練下咁樣啦。咁好啦，到最尾啦，最佳電影啦，咁啊
我係會貼係九龍城寨圍城嘅，因為呢部電影咧，佢係能夠幫到香港啦，係喺呢個國際嚟講咧打出去嘅。咁雖然你話喺呢個破地獄嚟講，都係一個喺文化裏邊嘅一環啦咁樣樣，但係嚟講喺外國人心目中嚟講咧，佢哋係會比較喜歡睇九龍城寨呢一種片。咁啊，同埋九龍城寨咧，因為佢係已經確定咗啦，跟住仲有第二部、第三部啦。咁對整個香港電影行業嚟講，嗰個貢獻嚟講係會相當大嘅。咁所以咧，佢嘅得票率咧，相對嚟講係會比較高。所以咧，我都係睇九龍城寨咧係最佳電影嘅。好啦，今次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嘅分享去到呢度先啦。咁啊，可能同大家嘅心目中有少少唔同嘅。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踴躍去留言啦。咁啊，我哋可以一齊再傾下，或者再分析下。好啦，今次傾到呢度先，下次同大家再傾過啊。下次見。